错我心爱的眼睛，一个人留去跳街，天天加油不去贴假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帝的几行茶最暖万言，脱下悲伤的世来爱去来比，铁掌门风势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枪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一群小学生闲闲听念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意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穿很复杂的你，分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想。你真基本嘅愿望诶，在唔老先生讲啊，我叫嘛该唱唔讲，忙因啲啊。我用算讲打小报告，我懂得你闹呢。我嘅愿望要比等于闹好哦。我用算，就老实讲啊，你做小抄的人咧，佢就唔敢讲话咧啊。佢嘛当惊啊，惊死了好无？佢讲啊，假发那啲咧，我打本佢死。我平常时都同佢一小事啊，佢就同我讲，同我拜托讲，莹莹，拜托拜托，唔好讲唔好讲。我用算咧，你唔讲，我是讲好诶啦。唔会啦。在咪咯？你唔系讲你平常时对运动好咩？你还喊好因背黑锅，嘛个朋友啊？你哪个？你有看过吗？有看过啊。就係上擺讀福利社，同人哋兩個聽書咪兩個街寫嚟，演导你个？唔係講講語言的哦。會做得啦，不過唔係我嘅菜啦。哦，哦，你仲會記哦？唔係要啊，我都冇腦技能啊。不過佢朋友又同我講，佢有識中意我。哦，就因為安樣就落去睇哦，你會安講咯？沒有啊，那係朋友的義氣。義氣，你一家做嘅事情唔敢出嘅心意，我可以本因願望，你還叫做義氣哦？吼，我攏也未講好咧啦。唔好講啦。好啊，我會講做得啊，我看佢一家出咗錢嘅。好啦，我講冇看佢啦。来啦！哎呀，莫挨滚啊！哎，讲正经都冇做过表。冇啦。你成绩动男呢？拖马边入去。真嘅冇啦！伊啊，伊难事都连做表都难，无这么接扣人分。要么做啊，来啊哥，我有几分，佢就难。唉，哎呦，哦。哎，爸，我就冇计较啲分數啊。哎，扣人分係唔讀書呢，唔係唔計較分數呢。哦，哎，人分就人分啊，爸，我有講過啊，讀書先重要，你係搞捱。我有講過啦。係啊，你看，迄個我哋學校作弊，拿到高分，迄個我出社會以後，考慮去存太錢，考慮去做太官。有乜反應？無本人作到，唔係講過後無本人發覺到，也就當有意思呢。講做弊做地做到暗樣，免算一種人才嘅意思啊。你就按你講。誒，假使講吼，你呢，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吼，爸，講過咧，
毒舌青葱肉。唔讲的差，亲眼靠人分，要无去做饼，外来的。技靠人分，行爱挨乌脑记，当奇怪吼。嘿有一就会乖啦。嘿，拄好太卡鲁迪啊，来啦，一撒哪一种？如何下哦？要嘛该民宿评鉴满意度意见调查表。你还要本人学写的，用迄一个写喏，试甲写写较假啊，做假的吧？无按的笑哦。哎呦，老唔讲啊，甲其他民宿嘅业照，今日试甲写，会呀呢，请迄老记得哦，公平竞争天天啊。用的啦，迄人做饼，人家天天做。 No，咱的相处唔错的哦。哎呀，应该係大家拜夜求平安，下呢拜。哎呀，我去听错的啦。良好啦，哎呦，你就老要上做係行少先存的一部分啊！又唔係大嘅人客來都會寫入門檻，愛人來評價嘛，總係先去記者會本人看當做的啦。行我派人來評價麼？哪叫來？ Who knows？ 哎，記得哦，要加做一般的人客啦，認唔出來嘅啦。佢做開有馬個鐵證吼，陪你來認啊。鐵證哦。係啊係啊係啊。有嘅啊吼，可能會嫌嘢唔好，嘅唔好啦，條規前面麻煩。頭擺做呀，仲該平剛在時節啦吼，當你穿的上苦上甜，沒太多的事情做啦，開個業咋，佢嘅應變能力還有服務態度樣嘅。記住吼，記住搶太監有冇做8克金對位吼？看到有嘛唔唱聲兒咯，夾來通報，來下好搞份解釋卡啊！哎呦，我冇想寫啊。一張，15，你先， 15，做得。今日有無？好啦，正經。全球崩啊！那假使爱讲的呢？哎呦，有钱太卡穿，准。我不要，有人你，我这翻来。北公，我记者呢，伊声音呐，冇做过买亏心事。波比呢，小倩彩条片呢，平安快乐。还有呢，我公司呢，准备态势发生。有烦恼啊？先生，你是？我姓李。哦，李先生。哦。蹲下。起立。起来。还是站着吧，我年纪大了，脚不太好。你好。有什么事吗，先生？你好面熟啊，你，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你。什么那个蜥蜴人，不，犀利，蜘蛛侠，不对，蝙蝠侠，变形金刚，不对，不重要啊，我有事要请教你。何处觅食？哎呀，兄台，你问对人了。这条路呢，直走到底，前面右转，那个大戏院旁边呢，有一家非常道地的客家小吃店。不送，告辞。承蒙指路，万分感激，一时相赠。哦，兄台风流倜傥，在下谦受。君儿何须问圣机？人人心中皆有意。于今且看月中旬，兄势突出，化成机。不送。多幸不必相送。哇，好一個草留香啊！呢個呢四個人拍嘅意思。多幸不必相送。
吃，我要吃。这是别人吃过的，我再做新的给你啦。要快。哦，好。哎，先生，我有急事，如果你还要吃的话，我让你外带好不好？我要去我女儿学校一趟。不用了，吃饱了。我是真的有事啦，不是要赶你啦。不好意思啊，不送。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忘记结账。260。260。哎，250也可以。我没钱了。我出门通常都不带钱的，让我以失相赠。我是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赶时间，算我请客好了啦。请让我念完，否则我于心难安。你要是于心难安，你就直接付钱就好了嘛。在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赶时间，算我请客好了啦。诗念出来就没了，消失在空气中。所以，请你给我纸笔，我把它记录下来，才有诚意。来，啊，我逼你付钱，麻烦你写快一点哦。谢谢。哎，麻烦你写快一点，我真的赶时间啊。灵感是不能催促的。讲，什么呢？哎，做这题伊唔会做表。嘿啦，人家生意的做很老实啦，怎会被人欺负？嘿啊，家家坚持嘛真快，应点嘛更唔敢出来。嘿啊，应该好请个家长出来讲一下。啊啦，今日啊，对方做生意唔错，嘛伊咩模式诶，莫怪佢啦。有没有按鸟做生的啊？对啊，这样就算了，一个把他抓在这里，亏了台给别人冲啊！我家割地赔款。唔得设一个煽风点火哈。哎呦，我哋咩 video 阴阴啊？很讲，唔怕啦唔怕啦，今日哈对方生意唔错，嘛伊用模式，哎做好诶啦，哎呀，我买个东西啦，过来，那数时间哥，我开始啊。君尔何须问圣机？自己心中皆有意。于今且看月中旬，凶事托出化成吉。好强嘛，去拜拜啊？唔系啊，昨天夜有一只东官人来吃饭，讲冇带到钱，硬是送来了数十呢。几时几多钱啊200人。啊，200人哦，按贵。可以买一本唐诗300首，那不是按多钱啊？对啊，而且那又不是唐诗。所以讲咩？不过你又拄好迄夜班，唔看你属实，迄唔要提讲因学校的事情唔会结结啦。莫暗暝啦，你人咩人来咩迷信啊？不过这2年正经当古怪啊。哎，阿来姨啊，迄有老弟讲音乐事情。冇啊。今日嘅英语班来坐定，出见识，冇讲到乜解法啊！你就贵了哦，要3年一枪有着嘅本事哦，系啊！啊，爱弟啊，一提迄堵车离开的人。今年进来啊，唔对呢，出见过去100天，佢讲嘅话唔系故事，就系经论，刚出佚佗奇怪怪，你遐想想诶。哎，佢当初用俩数字，人会讲嘛该用的呢。
该才不浪子真去找人的哦。国公爷不浪子，吼。哦，我阿公嘛讲，该才帅哥。我就相信吼，佢挺出不出来人啊。我妈係講緊冇出錢嘅，本期個很呢。我想看哦，佢剛演出來人，係唔係唔怕你啊？講緊我真見到我呢，就係有那種睇我媽，一談戀愛嘛該衝人呢，就會按到不浪子。我講嘢不浪子啦。好啦好啦，演到誒不浪子，做得嗎？是唔得啦，演到嘛嘅不浪子。哦，睇我媽不浪子，唔講你睇我嘛好冇？都配合啊。你要嘛？唔講你睇我嘛？唔講你睇我嘛？爸，幹嘛啦？果然有人都頭砸碎過啦。你啦，你作七。我見一腳啦。我見阿夫叔來啊，請你做睇了。跟你。啊，无通到水的讲，各自本人头啊。係啊，聽我阿 Q 考聽書真來嘛冇講呢。本人頭依度啊？實冇幾多哦，嗰個車啊，千葉書呢，佢搭條書嘅出嚟嚟雜雜嘅呀。阿貴個講啊，全部佢踩死咧啊，就做到嘅車咧，係咩夾嘅 Peter 戳上，做腳上去咯。嚇 ，Peter 戳上哦，點樣嘅冇？冇啦，唔樣嘅啦，好啲要戴安全帽啦。做車咧愛戴安全帽。嚇，佢橋到吧，腳車咧哦。哇，飛車追逐，好刺激哦！唔係啦，佢用行嘅啦。嚇，走路戴安全帽。捱咩唔掂？佢聲音啊，笨蛋就乖乖啊。係哦。不過做車咁危險，冇保安哦。哦，全部講報警亂出嚟啦。阿天啊，老阿夫誒，佢邊有去過現場嘅啦。阿夫會出現哦。他都會變去退休前嚟驗證㗎怕，上班咩聽佢講唔啦咩？哦。好啦，你等我下咩你轉嚟哦。哦。拜拜，再見。再見。冇個教咧，學阿夫說，你要有目標，才會上馬。嚇，10萬嘅目標，喺邊度唔是做事哦。喬咪，我哋兩個現在退休會不會太早？做事。哦。你看得清楚小偷的身高吗？看不清楚。那体重呢？天那麼黑，我怎麼知道？好，謝謝你，這個資訊對這件案情幫助非常大，謝謝你。我這樣子的回答對案情有幫助？當然。看不清楚小偷的身高體重，那就表示他是屬於中等身材，沒有明顯特徵。哦，真的服了你。哎，聽你這樣子分析，總比某人在那邊吃的好啦。不要侮辱我學長。阿貴，我是在收集小偷的資訊。你吃的比小偷偷的還多，那你收集到什麼資料？小偷是中等身材。這個阿天說過了，我有根據的。哦，你在那邊坐着一直吃，你根據什麼？我的食量跟小偷的食量差不多，也就是說食量差不多，身材也就差不多，也應該是小偷是中等身材，沒有明顯特徵。反正都是你們的話，夠了。那彼得呢？他有沒有看到什麼？
他刚刚被我打晕了啦。哦，幸亏还有戴安全帽啦。彼得被你打晕了。哎呦，天那么黑没，看不清楚啦。那彼得，你有没有要提出告诉？什么？这是他的权利。如果他决定提出告诉的话，那还要麻烦你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做个笔。哦，哎，我真的服了你们。哎，富生，我带走。哦，阿天，干得好，我要打。谢谢学长。如果彼得要提出告诉的话，请他到派出所找我。再见。社会在进步，还是有这么没有水准的人呢？讲那么大声还没听到？社会在进步，还是有人占用公物，很没水准呢。谁啊？我说你呀！我才要说你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在这里很久了，我要喝咖啡还没有椅子坐哦。我是有理走遍天下，你给我站起来！站起来！你确定啊？确定？你说的哦。我们坐下聊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十分确定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有人占用公物，很没有水准。再说一次。说你很没有水准啊！魔鬼！魔鬼？你这个魔鬼！说我魔鬼啊？你讲话给我客气一点啊！走开！退！退！你再说啊！你是在怎样？我不过念你两句，你这样子没水准哎！魔鬼！好啊，你再说，老娘今天跟你杠上！我是说我现在跟你杠上！闭嘴了你！魔鬼！闭嘴！魔鬼！闭嘴！魔鬼！闭嘴！说，这么干啦？啊？安富啊，这是你朋友？不是。那你干嘛帮他？哪有帮他？怎么啦？就他刚刚站椅子不放，我念他几句，他就骂我哎。是哦，他骂你什么？丑八怪！你看呐！哎呦，是有人说我狐狸精啦，不过那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，他嫉妒我。所以我哪里丑了？对呀，奇怪。你要不要先下来？不要。好了，和气生财啊！我来处理哈，好了。先生，你好，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李。李先生是来这里玩的哈。人生苦短，谁不是来玩的？也有道理。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小姐，丑八怪！这样子讲人家不太好吧，对不对？虽然人家小姐腿短了一点，然后身材比例也不是很好，那出来打元叔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等我哈。回去。啊。那可是这样在街上批评人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哦。没有看见对不对呀？什么？看见什么？有魔鬼！魔鬼追过来，在哪里？魔鬼在哪里？
你没有看到吗？在哪里？魔鬼！谁追来的？臭八怪！淑慧，淑慧，我的惩罚可以结束了吗？我刚才有帮你骂他。不行。那我赞成你是狐狸精，总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谢谢。哎，现在你可以下来了。危机已经解除了，大家去忙哎。好，我也要忙。好，你要是敢跟别人说有人骂我丑八怪，我就要你背这个椅子背在头上一辈子。哎，老海哥。哎，醫生，哎，那叫啥？哎呀，沒去米嘅啦。唔是佢哋啦。哦，對方我講嘅火解啦。哦，哎，真衰咁生意啦。係啊。你係買280個，哎，確實有保佑呢。哎呀，唔講，我都講嘅咧，嚇。我請。可以買問題咯。嗯。好，即刻攞點。好。阿蘭啊。哎，今日嘅李先生。哎，你是佢啊？也沒動事的。不過哈，佢讓佢指頭公司被摸事情了，哎，結果真是母子打官司呢。你喺唔啲有買咁假嘅呢？哎呀，你係輕嘅呢。哎，阿蘭，你有啥講好感謝買嘢啦？哎，該位先生啊？李先生啊？你識嘅？啊，你咩識嘅？果啊，整件果啊，真係一山還比一山果啊！李先生，哎，李先生，不要叫我雨先生，叫我诗人。诗人，李大诗人上操。李大诗人，请唔好嫌咩？啊，係我填錯，是李大師。應該係李大師啦。哦，一個孫啊！哎，條簡用啊，佢阿爺數老唔講嘅，係騙人嘅喎。迄講喎，係阿爺講嘅哦。佢就係騙人嘅。唔過連阿蘭老奇珍就信咧，怕唔係假嘅哦。有嫌大家見錢冇？冇啊，其實也是知道的。除咗奇珍老阿蘭嘅事，佢還有講乜嘅？啊，淑慧是魔鬼。魔鬼？你講唔錯冇啊？魔鬼係講淑慧身材很魔鬼啊。淑慧的身材怎麼會很魔鬼？一塊講，大家好嘅無窮用啊，淑慧哦是有較矮啊，不過你懂油料的哦。係啊，不是身材啦。冇啥，佢做啲看到眼看唔到嘅東西，是淑慧嘅神風。李先生啊，以後有什麼事情呢，請你多多指教咯。是李大詩人啊！我難念嘛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就行。這種叫我名呢？哎，我講話好，還是叫李大師好了，要不然就李大俠。大白，小白，白，隨你方便。好了，李大師，我先來告辭啦。這樣，好，慢好慢。
不送，多行不必相逢。李大师，我想要麻烦你一件事啊，就是想请你赐给我一首诗，那首诗里面。啊！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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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强！问吧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李大师，我想请您赐给我一首诗，那首诗里面呢，最好包括1到49的号码数字啊。这个数字里面呢，最好是有6组号码，分得刚刚好，那就感激不尽，谢好。1到49，这6组，好像还蛮有意思的。阿爷，我规日都梦想我拔出来啦。原来梦想啊，我当时想要做慈善家啊，系啊。哼，这慈善家我给他好嘛，做嘛干？哟，先抽奖怎么变报啦？报了就有钱了，有钱就做得做慈善家了。太好了。哈，又占用公务，然后阿元说你是大人，你还不管。今天要是你不走，我就不是狐狸精。闭嘴！魔鬼！闭嘴！魔鬼！你再叫我魔鬼，我就打1针让你闭嘴！救命啊！有鬼啊！大师，哪是什么大师啊？他是那个没水准的人。哦，你把大师吓跑了啦！从电影后呢？你给我听清楚，他不是什么大师啊！你给我小心一点！哼！大师，大师跑掉了。不会真的是魔鬼？说来阿爷，我带真耐了。哎呀，我是谁啊？你阿พี่早上太天天啊，天天的请嘛，天都请袂到啦。来，同志。那都好去请唔到啊！看嘛，干嘛该大师啊？哦，你先生讲伊啦，唔见摕的啦。捡摕嘞？嘛该唔见摕啦？讲大师唔捡摕嘞？去何摕你唔见开啊？干厉害哦！哎呀，唔免啦，伊阿人啊，迄本书会学者的啦。啊？嘿啊，贵他要讲书会，奶奶弟。你偷藏的嘞？干嘛？奶丢家好，昨日嘅讲啊，要给书会嘅神风有鬼。奶讲一摆，唔就听说我会喊一摆。就讲你呢啊！用的啊？爸，发生咩事情啊？做外地个唔知啊，做个干嘛书的神风有嘅嘛个 M D 嘅东西啊。哦，莫生，奇龙乳票。龙鼎，做咩讲嘛啊？迄讲有 M D 嘅东西咩？我外腔迄讲。你喊讲。哎呦，阿文兵啊，你真的冇经验呢。迄书的迄个神风啊，一看出题是真的啊。真嘅？系啊。咁来看啊。来啊。要比按多女性同胞，尊崇地位哈。哦，迄哦吼，冇所谓啊，专业啊，咱天天人讲啊，然后个讲到个重点呢，就迄，李先生，讲伊唔见摕嘞。错。错，我知道书会嘅问题真系重点。迄机油不懂嘛解啊，应该攞几天数啊。哦，怕会遗惨哦。哎呦，有马该事情按洋葱咯。大师讲，书会嘅神风有鬼。我个喊呢？我用的天数啊！哎呀，你又唔是看到嗰度东西，咩唔你妈情形咧？啊，外地咧，请阿富过来。啊？
手机做嘛噶？阿福哥会检查，无听错哦，鬼啊会讲起哦。说唐人讲过呢，迄嘟嘟个啊无抢你的东西啊，迄警察局处理下张转移。这样请马夫诶，可能有效哦。阿言啊，请马夫问一下啊，看你做的老鼠会天数嘛？今年阿毛蛋签未来，你敢用下？哎呀，这就唔爱老几讲啊，用骗的就好咧。啊？骗的哦，骗嘛个？办案腔，听说学了都犯法嘅。真嘅，阿年初啊，讲到骗人那种事情吼，假使讲做唔得吼，就无人做得。好啦，那个太师就暂时忙我签去了哈，那先就没得，好。好啦，搞本啊。搞本咯，那先没啊。好，张爷了。批乱呐，要班呢？你够自言呐？够字耶！按压还是够字耶？够字差不多好十了呀，讲吼，一切嘞，我来调，我说去撞呀。调？这样看单哪不鸟打啦？你别飞啦，竟然帮我把考都蛮好呢。我讲好诶嘛，天公大作所记得哪本记哦，我记哦，都是顶起来念。好啦，对啦。你慢点。我慢。注意。我没啊，从边先买个卡带啦。耶！几个买你啦？用的哟，没拿的用没？你唔识记啊？你们这里。您好，这个请问您是？我不高兴。我才不高兴呢！你不做声跑到我们家来，害我吓一大跳。现在那边大摇大摆、若无其事那边吃东西，我说你这个人啊，有没有礼貌啊？这个是给客人吃的吧？对啊，这是给客人吃的。你是客人啊？我是客人啊，人生在世，谁不是过客呢？哦，他给我耍嘴皮子啊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啊马上可以把你这个登记在我们这个登记簿上面，邀请你来做客啦。来，这位先生，您这请啊，这边用啊。Peter， 我想弟弟买你呢。买你啦！民宿嘅平金，按价，阿哥，你可以还像流浪汉。哎呀，其他都愈安尼啦，攻其不备哦，当做你靠人太大服务能力啦，巧死诶！先生，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了，请用欧西茉莉。先生，您住宿吗？请问几位几人房啊？独身一人。好，一人房。好吧。杰西卡，走吧，你贵呢？我以前要分书啊。我真的可以住下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彼得，带路啊！啥？来，请。这边请先生。小心头啊！小心啊！来，可以有半身不遂了吧？
阿妹，你怎么不信那种事情啊？唉，佢出本有年无担无带，哪里出事本啊？拄好人好搞的事情又解决掉啦。我好搞又无嘛个，我又没作弊。很多人做白皮讲嘛义气，你啊，应该唔系义气的问题啦。这嘛问题？无啦，我迄感觉哦，该好搞的事情嘛，迄拄好难啊。那有按度度吼，跟小倩给爸爸公司的事情按用板讲，那有杀人利用件事情做按度好啊。你还几率的问题呢？几率，迄发生到偏人神好的事情很多几率，迄发生到人力神好的事情做很多命运。唉，这世间啊，当多事情当贵的，唔免按好计时的，面啊，唔按硬好。阿姨啊，恁苏慧姐到底会发生乜个事情啊？我看见到平常时强用啊。嘿啊，你看迄感觉，是甲迄亲江的人哦。是啊，毋是那检查到阿妈唔对啦，等下阿副所来怎讲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有忙累哦。啊？慢一个上哦。嘿啊，你在忙啥啊？唔先睡啦哈。哦。迄你早都要歇困咯。哦，咦，先睡哈。青葱药的迄阿夫哥迄转，我喊伊去침书会，我看伊，嘛个理由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不干了。累是一回事，一个女孩这么晚才下班，要顾虑安全问题。我觉得你要跟你的主管沟通一下。我主管都已经准备要离职了，他才不会管这些呢。这不是办法。如果我其他的勤务的话，那就没有人保护你了。你有工作就去忙啦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会自己保护好自己的。而且我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防身术哦。那种防身术对一般人或许有用。但是遇到特别孔武有力的，或是受过训练的，那用处就不大了。真的吗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对我试试看。不好吧？没关系，你就使尽全力吧，这样我才知道你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。哦。好，现在假设我是歹徒，我要抢你的包包。啊！我差点锁好定你的位，我踢你！等一下，不要打！阿天，你还好吧？对不起，太大力了。没事。可是你哭嘞。我是因为你身手太矫健，让我太感动。哦，是哦。那我还有要加强的地方啊？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没有。爸。嘿，样个喏。哦，刚刚阿强刚来封神呐。哦，安样啊？你真的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明天一早还要上班，你先休息吧。哦，好，那我进去哦。晚安，拜。晚安。你对有面哈。哦，好。这个车哈。阿田啊，你真的没怎样哈？没事，我受过专业训练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啊，阿
天啊，我问哈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勤务跟那个卫生所有关的？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有关系。那还讲卫生所天，就卫生所嘛，什么状况会去卫生所啊？状况，那很多。如果有人通报卫生所被偷、被抢、有炸弹，或者是受到威胁的，还是说有人发生命案或者是受到伤害，我都得过去。但是，如果是有蜂窝的话，那我还得通知消防队，或者是说呢，有人开车撞到卫生所，我还得通知交通队。好了，哎，有没有别种状况没有那么严重的？换过别的？有，那就是私人问题了，私人理由。私人理由？跟勤务无关。哎，私人理由？嘿，安子说啊，听，谢谢你提醒我。啊，古说老问题。搞茶色啊，咩唔错味啊！嘿嘿，阿条，安子生啊，谢谢，安子生。哇，好香哦！对，先生，需要泡面吗？1碗50啦。软囊羞涩，软囊羞涩，软囊羞涩。先生，你这样子我都会不好意思了啦。没钱。哦，没钱，先生这 OK 的啦。到时候我们先把它登记起来，退房的时候一起算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哪个泡面？你不要走！你在做么？杰西卡，你还得去评讲人家饭店的事，这还无礼貌哦。骗人还是唔对啦。不过迄眼吼，有气无礼貌，手机无礼貌。有机无嫌哦，手机无嫌嘛。有机等于闹，还是机等于闹？安尼怎看得出太大个夫妇嘅态度啊？怎么还没杀人哦？对嘛该，嘛个没杀人。个考试字哦，迄个按简单，好生嘅大三路要写，大三路考100分，你嘛个好搞诶。当然哦，就考较难掉诶，本出太大个长途啊，底下学生嘅个极限投耐。不过你冇嘢做嘛？哼，阿妹冇包给他贵。乜个贵？你有名有姓好冇？係 Mr， 係佢姓啥 ？Mr， 好啦，看乜个 Mr 啦？乜个 Mr？ 張電機號有唔記得啦？咩係電機啊？咩唔電機嘅？ Excuse me， 草案部係唔出版的哦。你啱見人土豆都唔記得的呀？我挑本啲哦。我知啦，你人哋下嘅泡面不其實要加分加出來冇？冇，迄個嘅門口啊，打咗一步，根本嚟出來。萬姨啊 ？Of course you。來。Yeah。都唔對，人家吼，我看到佢係生涯泡嘅泡面，我會不見。你乜嘅事情都唔會做，批論是態度。嗌起啊，聽得來。先生，您不吝赐教，請問貴姓大人？李白，私人李白嘅李白嘛。唔變靚啊啲哦。當然啦呀，天師，太甲全就敵啊！安叔，还好你还在这里，太好了。淑慧，你愛上阿富哥哦？胸情，哎呦，那上好，還上頭睇佢講親切啦，規條係啱啱解生做乜好，將佢解嫁出去啦。
退过去，万有人错两三三三三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二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三分二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对面嘅三分二。